儿啦，阿爹今早到东城医院去了，你把我吧挂出来啊！阿爹，妈，阿爹最好，阿爹去了啊，早点回来。我去生为母守孝青山镇，公托私塾走夜经，名师作父以无穷，名人望家世间情。今日里闻听父母前康台，母亲明我大一定，闻言他了人民一边为臣家子正中泪下衣，只怪我平素不成门，东暖西北非我不听，眼连是与是无，今是我，必是此处便是下玉桃是出门追天香，道路才最便。那旁有一人家，我不免上前奉来。请问。王女生病还是三女生病？哎呀，姑娘是哪里话来？是我家姑母生病啊！姑母，我家姑母生病有什么好笑的？公子，我弟弟已不来的。啊，你弟弟不是老祖吗？那上面托了一个字，公子请况。牛一偏语，哎呀，是此次来，你弟弟是个牛医了，真是。哎呀，这块小生罗马，告辞，告辞。哎，公子请坐。你要请的田先生只在这边，跨过街的小木桥门前有两棵老杨嘞。啊，多谢，多谢。风儿老日是
喏，你学业上的花样这里学好了。哎呀，学得真好看，真好看，真是好看嘛！你看什么呀？我看的是他，这怕不是吧？喏，你看的是他啊！哎呀，陈兰嫂，燕子。今天是4月初一，我姑母落着大寿，我是前去拜寿的。哎呀，拜寿，花样造句，先可相得，后吃老酒，这有什么意思？夜里有一桩要紧的大喜事等着你，哪来的大喜事？夜里我瞒着我做的好事啊！什么事？你那胭脂姑娘一见钟情，还想瞒我？没有的事，不要吞吞吐吐了。我表妹叫我转告于你，那胭脂姑娘已经为你申请相思病来了。啊，有这等事？胭脂姑娘约你今天晚上前去相会，快去吧！君子不为非礼之事，这4位短不可。你怎么
书呆子，老实与你讲，我表妹已经告诉了燕子，今晚等你了，去吧。这万万死不会！你呀，我把你好友一逼呀，逼着什么？喏，河边小杨柳，潇洒有风流，仔细看一看，没人啊！这件事又来捉弄我了，我却不信有这本事来。天地为证，我说件漂戏，稿子，也你满正。才
待我宽顾明白。哎呦，你是何人啊？你是我公子来了，我公子来了，带我看嘛！我飘在楼上的天哎，要是不去，我不去了。哎，那燕子，请帮我到这，我去死了。但我说话讨不平之来，况且我就受到因此我心。我公子请之后，小生我早日莫想茶饭不思，听说姑娘请来，肉体不安，心中甚是不忍，特来推望，盼望姑娘要保重了。我郎。要渡风雷，花解绿杨色呀雨，取个名字叫毛大，烟花丛中成快水，爹娘才是嘛同田园。开了城里头，城东开外，公安在地；城西开岗，
狮子泪，吃个鱼长个嘴，是个王子最马累。悠悠堂堂个堂堂，悠悠悠悠堂堂个堂堂，悠悠又怕黑。今夜我困乡寡屋望尘埃，一日不便难下水。今日列所见不长城去。我两步有眼睛，我把一头上个人差不来地砸。哎呦，我还是一枚想看不有个红男人差嘞。用银叉，我听江菜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对呀对到谁？外面敲门是谁？我是说姐呀，原来是表兄。多谢姐姐开门，毛大这厢有礼了。你来做啥？可姐姐个人朗朗清清，都来陪伴你呀。管得与我快快出去。哦哟哟，我个家中震惊了！你既然的表兄失节于己，也该对我毛大予以呀！你这服了！哎，好姐姐，送你一样好宝贝，好宝贝呀！好姐姐，好宝贝呀！好宝贝呀！好姐姐。你要杀我？你倒是杀呀！你倒是杀呀！呀！常言道，当今马巧，姐姐打我们，实在是喜欢我了。许的啰嗦，什么好东西？拿来我看。好，喏，站得远一点，老老实实不许动。哦。我当是什么好东西？原来是枚想开把牛的红头银叉，我不要。你这无赖，还不快走！我是说姐呀，快滚，快滚！呀！连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吗？果算是表兄。呸！表兄为何发笑？哦，我跟我去送到燕子家去呀。非也，那我求生不相信我不肯去。这便是好是好，叫人家燕子空等了，啥是真的结出重病来？你且放心，那燕子的皮早已被我医好了。医好了？表兄我好有一比呀。你呀，比什么？好比桥郎中，转子相思平。
欧阳茂名。茂名？你取么名？哎，那燕子姑娘实在多情，换个场地来修业一阵。表妹，你说有趣不有趣呀？哎呀，你呀，真是没规没矩，竟做出这种荒唐事情来。啥是将我去真起了迷信，看你是何说得清楚？这倒没有想到。许爷呢？秀叶，哦，哈哈，我毛大高桃花运这。秀叶。想必燕子姑娘一定是在里面。燕子姑娘，燕子姑娘，哦，小生我求生得来拜访姑娘。喏，秀叶在此，燕子姑娘，你是何人？诈财，诈财，诈财！丁大人年事已别，丁大人年事已别。好，讲来，启禀大人，年的边山无体姐姐乃是一刀受伤，一刀受伤。边山水中还娘着修业一折成大人滚困，一则修业。记中听谕见情。第八，这修言受人之闻，小人不知，请大人问过边山之女言之。传言之，是传言之。言之，带起头来。叶子
我来问你，你弟弟手中拿着一只绣叶，你看可是你的绣叶？天哪！我再问你，这只绣叶你曾送与何人？好个刁恶女子，结了我老爷竟敢闭口无言！来呀，与我掌在此！大人息怒，燕子，你快上，你快讲啊！快讲！绣叶是送于我求生的，我求生。说那杀人凶案，我屈身到死。不，大老爷，我屈身是好人呐。只可你也不是个好东西。别为衙门我求生一切当成糟了啊！这时候聚堂一聚呀，告别表妹去公堂自首。这时候是的。哎，还不快要接东厂，联名上说东厂去呀？对，表妹她在。哎呀，你还不快去？我就去。了人之于张武已在为下指挥，请他进来。是，请。你张年兄，年兄，久违了，久违了。年兄请坐。哦，谢受，请。
年兄今日里安辛苦了。哪里，这真文字下官我这身一趟，便已塞了十车，与我辛苦啊！这身一趟，真是好大才。多么野的大人夸奖，区小恩，何作寡子啊！神明过天，真是区小恩。是，真是一招人民大恩呐！年兄端案之后，可知百姓服也不服？下官并力推断，一清二楚，岂有不服之理呀？事实说来，年兄真是一个晴天喽！哪里？不该。廖人员数十名秀才联名上高到奔赴，你去看来。一派无疑。大人，这你们要相信啊！没要相信。年兄休要教操，依我看，还是将胭脂我求生带到后堂，你我再细问一番，你看是好。哎呦，别多此一举了。童儿在。传胭脂我求生后堂问话。是，传我求生胭脂。大人，你二人可曾相识？自然相识。言之，你将修业时候赠送于他，从日将来。言之姑娘啊！就要惊吓于他。言之，本府为你做之，不为冤屈好人。修业可是你亲手交付于他，你却从人将来。
你方才言到各场相会，又怎样将秀叶交付于他？也是各场的过，可曾当面看清？是，不曾当面看清。各场的过，不曾当面看清。我再问你，宋义在以何事？你爹爹被杀又在何事？都在4月初一那天晚上。哎呀，大人呐！4月初一那天晚上，有人前往姑母家中拜寿，当夜只在姑母家中，真可奉上前去侍卫，请他人细查。太无言，童儿在，说去我求生姑母家中查明此事，带我求生下去。是。言之，你我求生相爱之事尚与后人知晓。这并非旁人知道。你小小女子夫人纯真阴险，岂管愚人思维？难道你不想与你爹爹报仇不成？大人，此事与邻里王成兰知道。王成兰，他是何等样人？他是个寡妇。大人，他乃是一个好心人呐。你去退下。是。张年兄，此案突然把他万当重审才是啊！哎呀，大人，此案已成全，怎可推翻重审啊？本府旨意已定，年兄请便。告辞，不说。看他不负主意，死之出名。禀老爷，我求生之事已查清楚了。将来4月初一那天晚上，我求生却在郭某家中拜寿，9夜查过3更，亲朋邻里皆可作证。你待真假？亲朋邻里皆可作证。这就是了。我求生当夜拜寿姑母家，岂能够奉神侍卫去杀人？其中蹊跷非难料，定有冒名顶替人。焉知道此事唯有陈兰晓，定是他泄露风景起红啊根。我童儿所以寡妇王成兰。是。且慢。当朝有空。童儿，随我来。是。哎呦，毛大少呀，毛大少呀！啥？毛大少呀，侬讲我200个语言的，哎，你不该把我头上的人插拔去。哎呀，董婷，还不侬？哦。你把人插还给我。哎，老太婆啊，人差我落太在，这过几天寻着了还你啊！哎呀，毛大少啊！这人插是我别家的老实人插，哎呀，有啥个了不起的？难道我毛大少呀？哎，我对不起啊！哎，我为要紧事体了，哎，要紧事体啊！哎，要紧事体。毛大少呀，毛大少呀！卖胭脂花粉。春
我当了个圈子，个老太婆就嫌我不着在。嘿嘿嘿，王春兰家里到了，不晓得有啥个动静哦。卖燕子，卖燕子，做啥？相公可要卖燕子？耶，你这个货郎，我怎么从来没有见到过啊？想必是个过路客商吧？真是。啊，告诉你，这里指的是个寡妇人家。你要卖燕子花粉，喏，到前面到花样去卖吧啊！好。此人为何三番两次在这寡妇门前吞的吞呢？莫非与王灿兰有什么瓜葛不成？哎呦，啥？请问真姓大名？毛大少呀？毛大？耶，你无缘无故问我名字做啥？后方在多梦之边，他来向你道谢。哦，算了，快点走吧。好，啰里啰嗦。叫你再看你偏不听，奇怪，你为啥要在这寡妇门前卖燕子啊？我卖燕子花粉，在这妇道人家门口叫卖，乃是平常之事，有什么奇怪？我看你呀，倒是有些奇怪哟。我有啥个奇怪？你几次三番在这寡妇门前吞的吞了，莫非你看向这个寡妇不成？哎呀，我生气！我毛大少呀，我看上这个丑寡妇。这个寡妇啊，老早有想好的。想好？这怕就是你吧？哎呀！告诉你，只因他伤风怕暑，我困不食言，几次要来捉奸，那寡妇啊，恨都恨死我嘞！我却不信。你不信？不信。那我敲门给你看，来啊！做什么？喏，是不是啦？这个货郎来路不明，喜欢瞎吃大饱，我不免借他之口放点风声出去。方才听你言道，这寡妇有个相好，他是谁呀？名叫索姐。索姐？他是何等样人？本是一个烂秀才，与那寡妇是表兄妹，英文不断，团结辈们看见女人个爱。论做文章是马官府，没有同志没有话在，随便啥个话事体，他通通都会早餐来。你可不要随便乱讲啊！我骗你做啥？不信你们人家去好了。问人家去好了，你问人家去啊。看来毛大不是王成兰亲近之人，必与此案有关。毛大说，王成兰与他表兄所见私通，我一路而来也人听说。莫非所见本王所前去冒名？此人莫非就是所见？卖燕子？相公，这是上好的燕子，可要买吗？燕子，天生多少烦恼。
哎，言之，令人红颜不老，真是天人烦恼。相公还是慢呀吧。不要。相公，这是明白真乎，并非冒名顶替。你这个人为何这样啰嗦？说不要就是不要嘛！哎呀，快走！好奇怪的胡了。秀叶，表妹开门，表兄，什么事啊？你看秀叶这就是燕子的血液啊！那这秀叶分明配我什么真伪才是？哎呀，这明明是燕子的血液，你看这血液上的花样，还是我许给他的。故人不成我之所料。本府今日送身胭脂一案，你切入一旁，仔细听了。是，算所见，书见上堂。参见知府大人，下跪可是所见？真是不知大圣呼唤为了何事？快将胭脂一案从实讲来。哦，原来本意是胭脂一案。大圣，那我求生一向忠诚老实，自立随分，却无杀身之事，却是冤枉的呀。所见，你既为我求生名冤，本府却问你几句。大圣请问，4月初1那天晚上，你到哪里去了？这个也是想不起来。你且仔细想上一想，这可曾到过胭脂家中？他怎么会知道的？可曾冒名我求生去来修业一仗？哎呀，看他料事失神，想必是个清官。我杀实测真情，他定能分清冤枉。禀大圣，4月初1那晚，岳生确认冒名我求生，拿来修业一阵。不过，既算是此，你玩啥什么花招？还听我求生命死不远，快将杀人英雄之事从日走上！怎么弄到我的头上来了？哎呀，大人！岳生私语说的是数，一向奉公随法，偏无杀人之事啊！好一个说到世俗奉公守法的秀才，你的所作所为，本府早已查得一清二楚。你本是洪门中开擂战战。
父啊自信，事业英雄非作奸，其中另有冒名人。但防他人西墙插，邪不可，这类真凶却好神。几代怪论，几多世俗当自立，因何半夜藏鬼门？这朋友之妻不可欺，因何冒名去调戏？哈！啥修业已失落，你有何证来，有何凭？这讲啊！有理呀的他山道，你为何腾腾突突不作声？奸尽却若难调来。堂子恨母亲，嘴巴子便不清。好的，你莫要一块要的不讲理，须知道却还富贵才恶生，愿知帮知府堂上愿明镜啊，不了你还不分虚名。好，你既然无力苦分别，见我当当顶上发黄心，要路不当难遭过。左右来，各去见证，充当死守。是。不论是福不福，天意广深。所记早死不早。多谢大人，世事大办，若是我好意有一笔，比什么？所见当公他，不不落山岗，有口难分辨，冤枉。你狂妄无赖，本是狱中败类。我笑你是使命清铁，却是无度昏本府难道当初不曾一生因祸复古受也？是你剪掉本府了事之兆，是你夺到岳生夫妻难受。本府按理办理，你敷衍可别，本府依法当你尽管定朝。玉皇灿烂，私通是你；冒名顶替是你；骗取修业是你；杀人英雄当算是你。本府一生查访，亲耳所闻，咋得真生得命，不怕你不早来呀！他因此恨。条件王法
将所记当日死牢，方策我求死，退他。张年兄，贝子子，此案一名有何高见？啊，贝子子，贝子子呀！年兄，你呀！你查案不详，假文正，草芥成名，才必去。你将那一领官抓当前报，但凭那白光亮影逍遥国法外，复古受却远难平。怎宽所当称父母，王守朝廷且平安。须怪我不念求人。委员听存去吧。大圣，哎，你